厝恁敢有无啊？有，你有几顶无啊？一顶、两顶，足侪顶。咱咧当时的地无啊，当时会想要地无啊？再哥哥，恁当时会想要地无啊？哥哥的无啊足水的吼，对无？我今仔嘛有地无啊，对无？我今仔有地无啊。啊，地无啊的时阵啊，就是有当时啊吼，可能日头足炎的，对无？所以咱就会想要地无啊，啊是爱水的时阵嘛想要地无啊，对无？啊，看起来大家敢若拢有上无拢有一顶无啊，对无？啊，毋过呢，有一个人啊，伊就是无无啊的人。为什么伊会无无啊呢？哦，即个人呢，吼叫做红红。咱来看红红为什么会无无啊？吼，来第一页，咱来看。红红呢是啥物人？伊是住伫咧一间粉红仔色后厝内的人。因兜呢有4个人，吼，伊的爸爸、伊的妈妈，啊，佮有伊的小弟，啊，佮红红，吼。即个红红，吼，你会使看到每一个人拢有无啊，对无？敢若红红伊无无啊？为什么会安尼？因为红红伊的耳仔和别人无共，伊有一对长的耳仔哦。就一天啊，吼，伊看到伊的小弟，吼，佮戴一顶新的帽仔行入来啊，哇，伊的小弟吼足样的哦，哇，新帽仔足欢喜的哦。结果呢，红红伊看到伊弟弟哦有一顶新帽仔，伊就感觉足艰苦的，哈，伊拢有帽仔，干那我无，伊就泡伫个碰椅顶悬伫遐伤心。来，大家啊，你若是红红，你看到人有新的帽仔，你会安怎？你会伤心无？敢会伤心？会吼。啊，你敢会创啥物？敢会想要一顶新的帽仔？会吼。所以啊，小弟呢，伊就甲红红讲：，听讲咱顶上有一个新的裁缝师帽仔，裁缝师搬来啊哦，啊来去问看觅伊敢有办法。红红听着足欢喜的哦，好，啊伊就出门吼，红红呢就载伊的小弟吼。骑即个厨房车吼，安尼愈过顶上。你看，即个顶上顶悬有啥物？每一个人拢有戴帽仔，对无？毋管是狗啊、猫啊，吼，还是迄阿伯啊、阿送啊，吼，逐个拢有戴帽仔，对无？敢若红红无，所以伊足想要紧去找迄个新的裁缝师的。对啊，你看伊拢有吼，所以呢，伊来到即间裁缝店，你看即间裁缝店内底有啥物？无啊，就啊，佮有无？足侪顶无啊，对无？你看含伊饲的狗啊，嘛有无啊呢？哇！啊，即个裁缝师呢，伊就看到红红，伊就讲：哦，你的耳仔足特别的，我要替你做一顶足特别的，全世界敢若一顶的帽仔。所以伊就开始替红红扭伊的耳仔的寸尺，伊就甲红红讲：我一定会替你做一顶帽仔。红红伊就足欢喜的哦。啊，做帽仔爱时间无？爱对无？所以伊就爱等啊，吼。所以呢，伊就等啊等，逐工拢徛伫因兜门口伫遐等啊等。结果总算有一天，即个是啥物？落雷对无？吼，即个落雷伊送货吼，伊就来啊，落雷，因为伊行足慢的对无？落雷送货啊，足慢的啊，足等足济工的。毋过呢，即个红红啊，因为有一顶新的帽仔要来啊，伊足欢喜的，等几工拢无要紧，吼，所以即工。落雷送回来啊了后呢，红红就足欢喜的甲伊拍开，哇！我嘛有一顶我家己的新的帽仔，你看足水的。小弟就甲讲，哇！你的新帽仔足水的呢，吼，红红就足欢喜的。有一顶新帽仔，红红要创啥？出去甲人扬对无？哇！大家拢有帽仔，我嘛有帽仔对无？我嘛足想要甲大家讲，我有一顶新的帽仔哦。所以呢，红红就载着伊小弟，骑戴伊的新的帽仔，佮继续骑伊的厨房车，继续去公园啊佚佗啦。所以因就来经过即个市街，吼，然后来到公园遮，吼，每一个人呢还看到即个红红，吼，大家拢感觉，奇怪呢，红红今仔哪会无啥共啊？伊原本拢无戴帽仔的吼，毋过呢，伊今仔日有戴帽仔对无？而且吼，伊呢，遮算一个，遐算一个，对无？天仔呢会厝这流浪，吼，天仔呢爱公树，吼，啊天仔才走，天仔遐跳。每一个人看到红红拢讲，哇，红红你今仔日戴新帽仔足水的呢！
哇，红红就足欢喜的吼，伊就遮走遐走吼，然后呢，伊就走去伊平常时和伊的朋友佚佗的所在。伊朋友呢，拢吊伫咧树仔顶，吼，你看，即只鱼啊吊伫咧树仔顶，险险跋落来，伊就伫遮爬悬爬低，吼，鱼险险跋落来时阵，即个红红赶紧甲救，因为长长的鱼仔对无，伊会使甲伊扭起来，吼，然后呢，大家拢看，哇，红红你足好诶呢，你甲伊救啊，吼，鱼就感觉足欢喜诶。然后呢，伊搁行到即个河边，看到啥物？这是啥物？做是汤拖的对无？吼，这汤拖呢，因要过河啊，毋过无桥要安怎？红红有做长的鱼仔，所以伊就藏入去水内底，然后用伊长的鱼仔做桥，吼，互这汤拖会使过桥。啊，汤拖若要过桥，伊是毋是着爱踏着即个红红的帽仔顶悬？啊，踏，是毋是着抬过去啊？啊，红红敢会毋甘？会吼，啊，毋过红红伊讲无要紧。哦，恁会使经用我的鱼仔来经过，嘿，这我嘛足欢喜的，所以伊无要伊哦，哇，红红人足好的哦，所以这汤拖呢，就拢足感谢红红的。继续，红红都继续行，伊讲哇，希望会使互大家看到我的新帽啊。所以伊继续行，想要行去树林内底，谁知啊，汹一阵风，咻，哇，每一个帽仔拢互吹走啊！我要安怎？帽仔吹走，我要安怎？赶紧叫起来对无？好，所以呢，大家拢讲啊，要安怎？紧来叫哦！红红就赶紧吼，要来叫迄个帽仔。啊，毋过呢，伊小弟哇，风吹起来了，伊小弟险险的互风吹走啊！红红就紧用伊长的耳仔甲伊掠落来，吼，加载，互小弟无风吹走。毋过，大家帽仔拢互伊吹走啊，吹对呢，吹去河边啊！哇，那落河底啊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赶紧甲叫起来对无？啊，所以要安怎呢？你看红红伫底，红红伫倒位？有看到吼？有吼？红红伫遐，伊咧创啥物？伊咧过阿俊对无？好，过阿俊要创啥？伊要去救大家的帽仔啊！谁知影？你看这咕噜，河内底有物件。哦，恁拢足巧的呢，就是海翁啊！哇，咕噜，海翁伤大只，哇，原本伫迄河顶悬的遮个阿俊咩，全部拢互迄个海翁弄一个碗圆nhau，拢倒去啊！哇，结果咧内底的人拢落落水里啊！安尼要安怎？红红有啥物？长的鱼仔对无？红红长的鱼仔，就赶紧甲遮落落水里的人拢甲伊掠起来，后因就会来救着红红的鱼仔。毋过因救红红的鱼仔的时阵，你会记得无？红红有戴帽仔对无？我伊的帽仔安怎？落去，啊个落甲水，救甲喙糊糊啊！因要救伊的鱼仔，结果伊的帽仔拢喙糊糊啊！哇，红红伊的新帽仔都安尼乌有去啊！毋过呢，红红伊起来的时阵，每一个人拢甲伊拍拖啊！我讲哇，红红加在有你的即个鱼仔甲阮救啦，安尼阮才无迄个互水冲走。所以虽然讲伊的帽仔已经脆糊糊啊，毋过红红一点仔拢无伤心哦。结果迄天暗时伊转去的时阵，伫洗身躯看到行人的伊家己，伊感觉我原本感觉无好看的鱼仔，我想要用帽仔甲遮起来的鱼仔，敢若嘛真水呢。原来我的鱼仔一点仔拢无歹呢。所以过顿工，你看红红伊敢有戴帽仔？无啊对无？伊讲哇，就算讲无帽仔的鱼仔嘛足适拍呢。好，即个。嘿，才有去救对无？对啊，啊小弟呢就对伫个后壁，我讲好，你等我一个，吼，好，安尼即个故事吼，红红伊尾啊呢，就算讲无帽仔，毋过伊嘛是足欢喜的。这就是红红的足特别的帽仔。看完即个故事啊，老师想要问大家几个问题：为什么红红伊会无帽仔？因为你要讲啊，嘿，你讲，为什么红红伊一开始会无帽仔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伊有啥物？伊啥物含人无共？
伊帽仔呢，脚踏车是伫头，脚踏车是用骑的，伊的帽仔伫咧头壳顶的，伊的头壳顶有啥物特别的？鱼仔对，伊有一个长长的鱼仔对无？吼，你有回答问题，你会使摕一个礼品，你要下一个，好，足好诶，好。第二个问题要问大家，芳芳伊有新的帽仔了，伊创啥物？会足欢喜的，对，伊足欢喜的。有做啥物代志无？有做啥物代志无？还去公园散步毋对，来，你嘛会使摕一个。哇，足好诶，谢谢。好，搁有无？搁有做啥物代志无？哥哥，搁有做啥物代志无？哥哥嘛会使赢哦，哥哥嘛会使赢哦。还记无？伊搁有救啥？嘿，伊有去出女郎对无？搁有创啥物？搁有救鱼、海千秋，嘿，对。吼，搁有你看哦，最后啊，芳芳伊为虾米伊的帽仔，就算讲无帽仔，伊嘛足欢喜的。因为伊做这个代志对无？伊救做侪人的对无？所以，即个芳芳啊，伊最后虽然讲，伊无帽仔甲伊感觉，伊的迄个影看咱无共，毋过伊已经无感觉迄是伊的欠点嘛，对无？好，这就是咱今仔日讲的芳芳的足特别的帽仔。好，多谢大家。好，加油啊！老师拍头啦。哦，伊少阿公做的啊，你看伊巴肚底红影做唔好。好，遮煞咱就是这吼，大兄，对，大哥哥吼，好，大汉囡仔，好，咱来听因讲故事，吼，这组是阮下手的第4组吼，好，咱先甲伊拍头啊，甲因鼓励一下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大家好，阮是第4组。阮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小阮叔想要有一间厝。开始。翕热的7月，狗仔热甲喙开哈哈。牛仔热甲闭伫水窟仔底，家家户户的冷气机香甲讲讲叫。气象局发出新闻，入合第一个风台直扫台湾来。2天后，暴风军马看看啊离开台湾。4脚仔2大的雨，瀑布落半步，蒙蒙仔雨，霎霎落2暝3工。树仔笑，草仔跳舞，天顶的日头哪像有抹金黄的胭脂粉。囝生仔对担石的芳出头，喘大气。囝生仔对担石的芳出头，囝生仔对担石的芳出头，喘大气，出头。喘大气，甲头壳举悬，目睭八金，天顶，天顶一蕊一蕊云云仔飞的白云，大大声唱歌。凉凉的雨啊，你轻轻啊落，脆焦的土地热情欢迎你。甜甜的雨啊，你闷闷啊落，欢欢喜喜去找家己的厝。大海的金邦，红形金是一堆，
红是一堆，感觉是一堆灰云仔暗淡落去。海庆的观光客大大减少，人声款款的，互海影欢喜纷落，看看互海影欢喜纷落的声传无去。每几工啊，为伫石窟仔的过身仔、镜生仔探头春云，探头春云。东边天顶的天星，是啊，是啥物？是啥物？看来会看呐，咧掠手。点伫永乐岛，官仔的囝生仔起兴爱耍，敢若互无心仔忘去。父母的感觉，走较无看永洲。囝生仔冲着海边，手舞脚跳，海洋扮作。轻轻脚步声传落去囝生仔的耳孔内，声音愈来愈响，人也愈来愈明。垃圾身边继续难度，啥人来救我？伫囝生仔的头壳走马灯，囝生仔一时香扁扁。黄冰冰，伫原地顶来逝去。转遮尼久，总算互我看到一只囝生仔，一个囡仔囝好好顶伫伊的面头前爬落来。对。牌仔内底摕出一个幼秀的鸭，甲学了大细无共的红绿卡倒出来手提。我知我有看到。手提。囝生仔原谅我，旧年捡偌细仔饲仔，甲你。买转去饲，当作佚佗物，摕去学校展风行，点风行，同学说来说去，无意哦，我甲你好好。我甲伊好好玩死，从事。囝生仔是我毋对，你的阿母是土地是大海，毋是我。你的脚敢若沙漠内底绿洲，沙漠内底绿洲。绿洲。我伫媒体看到
你的生存环境愈来愈歹1/3，敢若会当找到粪扫做厝体，1/3挂伫大细的下水关来，是生区，是那个茶区，这个是关下来，就微处。我真艰苦，今年休转来，休转转来，伫遮找着你，你的物件新领，请原谅应退。我错误的行为，因过我错误的行为，因鬼就是没有问题。兄弟，他手里的。手里的掠卡，轻轻放伫海边在手的空旁，放是太讲了。伊就讲，把手轻轻看。就一直讲，把手轻轻看，摇手翻头离开。天空的月亮，微微也照。天生九生的目只门，你嘞，食生啊，一粒塑料花吧，是银，对，香细细。干燥的那种感觉，这是它的干沙啊，这是只有。它是说那边是，那是小猴子的感受。无啊。阮遮听众爱会晓摇，啊无我毋知影。